根据卫福部的调查，这青少年目电子烟的比例是哪来哪悬？立法院就邀请相关部会专案报告。立委是讲，这学生啊要买到电子烟真简单，源头欠缺管理。教育部长陈英耀嘛承认讲，这学校要抓电子烟确实是有困难。Google 输入电子烟超吹，除了卫福部的网站，也有真侪贩卖网站，各种品牌、各种口味、各式的标语。国民党立委就批评，学生若是要转烟，阁需要看证件；若是要电子烟，啥物拢无需要。 学校的第一线的教师都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源头不管理的话，我们再怎么查、再怎么管，学生非常容易买到，这才是台湾现在的问题嘛。委员报告，我们台湾学术网络，我们已经阻断所有这些不当信息。国民党立委指出，源头若是无管理，老师管怎管，学生也是买会到。也卫福部的调查，2018年到2021年。 国中、高中高级的学生使用电子烟的比率拢有增加，高中高级的学生甚至是对3.4%升到8.8%，一定有更较侪查袂到的。 2022年那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全台这个国健署的调查嘛，大概就是7.9万青少年使用。那今年有多少？教育部有没有掌握？以国中来看，大概在将近2万的。 教育部长陈英耀坦白讲，学校查电子烟确实有难度，敢若查到38件。也卫福部表示，最近2礼拜甲县市警政也有学校合作，查到大约1000件以上。确实的采取状况也搁在统计。这行政程序到底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需要约谈，然后需要做一些递送的一些责任，所以我们在建立一个更快速的 SOP。 陈英耀讲，也是需要下部会合作来共同防治。也立委是要求将食电子烟的学生放入去校安通报，以利相关的防治甲阴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